Hello， 大家好 ，A 空好家園阿唐，歡迎大家收聽我哋 A 空好家園嘅頻道啊。咁啊，接住落嚟咧就第二集啊。咁啊，第一集咧就講咗咧香港人在內地退休是買樓劃算還是租樓咧嚇。咁啊，相信咧就上一條片咧個諮詢解答咗大家啦嚇。咁啊，今集呢條片咧就想解答翻啦，就港人咧翻嚟退休咧，其實好多都未立定決心真係買樓嘅。咁所以講咧就諗住咧，反正我就錢咧就大把啦，就唔驚租唔到樓。咁啊，經常同我哋睇樓呢客咧，其實都講，我啲錢都大把啦，都唔驚買唔到樓啦，買唔到嗰套咧就冇證明冇緣分啦。咁依家咁多揀咧，我就慢慢揀啦。咁當然啦，呢個係錢喺你身上咧，就自己自由選擇啦嚇。咁啊，所以講咧就港人咧喺內地咧租樓，咁啊，我相信咧就譬如話打個比方，如果阿唐咧真係要去到香港生活、香港做嘢，咁其實我以內地人咧，我去到香港咧，其實租樓咧都會面臨幾個大嘅問題咯。咁啊，正常我哋平時經常講嘅就係，譬如話我帶個寵物過去啦，咁可能要加租啦，可能未必租到啦。咁第二個咧，可能如果我年紀大，我上到香港租樓，咁當然係難度係相對應，我覺得係應該高少少嘅嚇。咁啊，就算租到咧，可能未必可以簽到長約。又或者咧，嗰個租金咧就未必性價比高，甚至乎加少少咁樣嘅嚇。咁啊，今日咧其實我都係做咗功課啦。咁啊，港人翻去內地退休啊，點解租唔到樓咧？大家睇到我嘅封面字係咪好勁爆啦？哇，租唔到樓，有錢租唔到樓，有冇搞錯啊嚇？咁啊，講講啊嚇。咁啊，我啲搜集咗資料嘅。咁啊，港人咧就嚟內地咧租唔到樓咧，核心嘅原因咧就係業主嘅顧慮啦。咁啊，因為咧香港嘅身份啦，同埋呢一個流程嘅門檻啊、信息啊、信任差啊、市場嘅偏好啊、政策啊與生活嘅適配呢幾類咧原因嘅疊加咧，其實唔係話單一嘅問題嚟嘅。咁啊，好似我剛才講嘅年紀大啦，同埋有寵物啦咁樣嘅嚇。咁啊，最終講翻咧下面咧呢幾大項啦，點解會租唔到樓咧？咁第一個業主最擔心嘅就係咧風險比較高啦、麻煩多啦、怕擔呢一個責任啦嚇。咁啊，身份與合法嘅呢一個顧慮啊，咁啊睇睇啦。咁啊，業主咧係怕租俾香港人咧有法律嘅風險、備案嘅風險等等啊。咁啊，因為咧內地人係唔清楚香港人租房啊是否要額外嘅呢一個備案啦。咁其實佢要諮詢翻相關部門啦。咁啊，辦居住登記咧，如果涉及到咧有啲咧法例嘅問題咧，係怕違規被罰錢。咁所以講咧。內地嘅房東咧，一見到香港人咧就咪香港人咧就可以租好耐喎，又或者佢本身個價錢又出得高喎，唔係嘅。咁其實咧，房東都係有好多嘅顧慮嘅，因為咧佢本身係擔心咧租俾香港人係有好多嘅備案各方面嘅嘢咧，係驚違規被罰咁樣嚇。好，咁啊，押金與呢一個付款嘅習慣咧係不合嘅。咁啊，內地咧普遍咧就係兩押一付。兩押一付咧，就係你住入呢間屋就要交3個月嘅月租，2個月作為押金，第1個月就交第1個月開始租嘅租金。咁啊意思講，你租一間樓咧就係要交3個月嘅月租先至住得入去嘅。咁啊，港人咧、香港人係習慣咧就押2付3付6，咁所以講咧就差異化啦。咁香港租樓咧其實都幾揦脷下，押2個月。再要一次性俾半年嘅租，甚至乎係俾3個月嘅租，咁入住個成本其實都幾高下嘅。咁啊業主咧係驚麻煩啦嚇，驚呢一個資金嘅周轉慢啦，也都同時都擔心咧因為咧好多港人啦，咁啊港幣啊、跨境支付啊，對於嗰啲微信啊、支付寶啊嗰啲咧就係比較慢少少嘅。咁啊好多嘅業主咧其實係擔心咧就係驚會拖租，驚會俾慢少少。同埋咧有啲匯率啊各方面嘅呢一種嘅風險啦，咁當然啦，依家好多香港人咧就對於呢一種嘅跨境支付咧就已經係好熟噶啦，每年都有5萬蚊嘅美金可以直接喺櫃枱嗰度兌完咗咧呢嘅40萬嘅人民幣咧就可以隨意調配嘅，買樓又得啦，飲啊得啦，食又得啦，旅遊又得啦嚇。咁啊，所以講咧呢個問題嚟講應該唔係話好大嘅問題咯。咁啊，之前啱啱開關嗰時咧，可能就好多香港人咧對於呢個餐廳食飯啊，啲大型嘅超市啊，嗰啲商城去買嘢，可能個付款啊比較棘。咁啊，依家咧隨住呢幾年嚟講咧，應該呢個嚟講就唔會有太大嘅問題咯嚇。好，咁啊，退租與糾紛咧就係非常之難處理嘅。咁啊，港人咧就退房之後咧就驚呢一個跨境嘅維權啦，怕追責任難啦。咁啊，因為咧業主係怕呢一個押金扣罰咗。就同埋啲維修啊扯皮條啊，
房屋嘅呢個損耗咗之後咧，就揾唔到人。即係講嚟講去，即係意思講租咗俾你咧，如果係房屋損壞咗，啲維修嘅問題搞到要維修嘅。咁啊啲押金咧各方面咁樣咧，又驚擔心你翻咗香港揾唔到人，咁所以講咧好多內地嘅房東其實都幾擔心呢樣嘢㗎，冇可能真係辦個港澳通行證去香港追你㗎嘛，係嘛？咁啊亦都擔心咧居住登記啦、水電過戶啦、居住證等等辦理咧有額外嘅流程啦，要配合啦嚇，太麻煩啦。因為咧內地咧好多房東咧真係咧，佢好擔心啊配合翻啲租客咧，又話哎呀我要細路仔要讀書啊，我配合啦，就攞個學位。我配合翻你，真係要攞個合同啊，要搞個居住證、水電嘅過戶咧，其實又擔心又麻煩，佢就想你乾手淨腳收你一個月2-3千蚊租嘅啫。咁所以講咧就係有少少嘅差異啦。咁啊所以講咧，房東係擔心與呢一個即係證件本身又唔同啦，有一國兩制啦。咁所以講咧，佢係擔心好多嘅流程啊，會太複雜啊，要配合翻佢自己都跑嚟跑去咁樣咯嚇。咁啊依家都重點講到啦，係怕養寵物啦。怕改造啦，怕唔穩定啦，因為佢內地好多房東又知道啲港客咧就儲物比較多嘅，咁啊你啲牆身啊全部釘晒呢啲收納櫃啊，掛晒好多嘢啊，然之後咧做咗好多即係影響佢間屋啊，已經係改造咗嘅啦，就唔係話哎呀我租間樓過嚟咧搞好多嘅精裝改造，並不是嘅，就係咧佢改造咗佢個外立面，擠咗好多嘢啊，加咗好多櫃咁樣咯，咁啊最主要都係怕唔穩定啦，因為好多都係度假式嘅。度假式嘅佢租半年、租1年咁樣，佢先嚟咗2-3次，佢唔中意咧就係唔會租噶啦。咁所以講咧就內地嘅房東咧係比較中意租1年以上咯，或以上咯。如果你話租半年嚟講都唔係唔得，個租金加少少咯。即係最主要你香港人租樓嚟講，我覺得都唔會話租2-3年嘅。咁所以講咧，對於內地嘅房東嚟講咧，佢希望咧就簽約嗰時係簽長少少咁樣啦。寵物呢樣嘢係99%嘅房東都唔允許嘅，因為你租個幾萬蚊嘅家私家電，有啲係靚嘅租。如果你話租3個月半年咁樣，你走咗，就算食咗你2個月押金，其實都係打唔到和波嘅，一定係蝕嘅。咁啊，所以講咧，港人嚟講咧就比較想係裝嗰啲蚊紗窗。咁所以講咧，你話哎呀我租間樓俾你，要改變我個形狀，要裝啲蚊紗窗，你話要驚蚊。咁所以講你話應唔應承你咧？咁有啲係換燈啊、釘牆啊、養寵物啊，咁啊內地嘅業主咧普遍咧都係禁止改動嘅，因為咧就驚到時咧回復翻形狀原狀啊，咁啊又搞到有嗌霎啦，係嘛？咁啊最主要咧係怕養寵物咧係毀咗間樓啦，因為咧有啲梳化啊、啲家私啊咁嗰啲貓爪啊，其實好利噶嘛，係嘛？咁啊，亦都怕呢一個港人咧，比較頻繁往來呢一個深港啦，租期就比較短，隨時都可以退租嘅。因為你對於個香港人嚟講，我押咗2個月嘅押金，每個月2-3千蚊嘅租金，我同你簽咗1年約，咁我分分鐘我住得唔開心2-3個月，我都要我哋租金唔要啦，嗰2-3千蚊其實對於我嚟講就冇咩損失。咁所以講咧，其實內地嘅房東唔係話真係想食你個押金啦，最主要係想你住得長嘅時間。唔養寵物咁啊唔改造佢間樓咁樣嘅，咁啊所以講咧就係擔心香港人咧，因為香港人嘅生活習慣咧同內地係有少少唔同嘅，咁啊所以講咧就係內地嘅房東係會顧及比較多啲啦。咁第二個港人自身嘅呢一個身份啦、流程啦、信息啦同埋信任嘅呢個門檻啦，咁啊證件咧與備案咧就比較麻煩啲。租樓咧係要回鄉證嘅，居住登記租務嘅呢個合同嘅備案啦，咁啊部分嘅小區咧同埋業主咧係唔願意去配合呢一個備案啦，咁啊導致咧呢一個辦理居住證啊、細路仔嘅讀書啊、辦銀行卡啦都會受少少嘅影響咁樣嘅。咁所以講咧就係呢個就好多業主唔願意，唔係唔願意。係佢想乾手淨腳咧，收個租唔係話願意配合呢樣配合嗰樣咁樣嘅。咁啊，中介咧與呢一個信息差啦，容易係中伏啦，同埋被拒絕啦嚇。因為咧好多即係 agent 呢行有好多種嘅，有一種咧就低價吸客啦嚇，咁啊有一種咧就係真係好低嘅價錢，叫你搭個地鐵過嚟，然之後咧就嗰間樓剛剛你到之前租咗喎，冇喎，咁啊。即係有啲係食差價啦，有啲係有隱藏收費唔話俾你知啦，係嘛？咁所以講咧就係你無啦啦低價俾佢吸咗過嚟，然之後貨不對版，佢又話：哎呀呢套租咗㗎啦，你嚟之前係有嘅租咗啦。另外一套啱唔啱啊？根本都係假房源嚟嘅。咁所以講係經常會遇到呢一種低價吸客，遇到假房源啊、食差價啊、隱藏收費啊。咁所以講有好多呢啲棘手嘢嘅嚇。
咁啊，生活嘅習慣啦，與房屋唔係好匹配啦嚇。港人嚟講係比較偏向於比較乾淨啊、採光啊，可以少改動啊，可以裝啲噴紗窗啊、熱水器啊嗰啲嘢嘅。咁啊，內地咧呢啲出租樓咧，咁啊設備嚟講咧，基本上係唔會俾你太多嘅喐動咁樣嘅嚇。咁啊，如果你話我要好似你同發展商買間毛坯樓咁樣，你話我想呢度改啲，嗰度改啲，本身係大裝修，有少大改動又好，小改動又好，呢啲係完全冇問題。但係你話租樓嚟講咧，你話小改動啊、大改動呢種係比較難配合啲嘅。呢種係內地業主係比較擔心啦嚇，因為咧內地啲租客咧好少話租間樓咧會呢樣改下嗰樣改下嘅，係比較少提呢啲要求。咁啊，其實內地嘅業主係比較驚香港人嘅生活嘅習慣啊，咁樣去改變間樓咁樣啦。咁當然啦，係租樓之前要提前講好，可以講好，我要少少改動啊，裝啲蚊紗窗啊，又譬如話風窗啊，我要裝啲櫃啊，做多啲收納啊，都係 OK 嘅。咁啊，租之前咧就係提前講好，呢個係可以俾到啲信息大家去參考翻嚇。跨境生活啦，咁啊業主咧係擔心咧就香港人經常唔喺屋企啦，咁啊長期就丟空。咁啊，一間樓冇人氣咧，佢真係會滋生好多嘢噶嘛，係嘛？啲家私家電唔係咁襟用啦，係嘛？擔心即係你就經常唔喺屋企嘅咧，會擔心嗰個人有冇翻到嚟啊？我擔心佢人身安全添，反過嚟嚇。咁啊，有冇擔心？如果經常唔喺度咧，會唔會擔心呢一個短租咧？又或者佢唔會到咗期唔會繼續續租咧？又或者擔心入面嘅家私家電會唔會短路啊？各方面，因為冇人住啊嘛，經常冇人氣就一定有好多問題㗎啦嚇。咁啊，好多房東咧考慮到，佢本身都係度假式嘅，咁不如考慮俾一個經常住嘅就內地人啦咁樣嘅，咁所以講咧就好多嘅內地嘅業主咧，其實係比較傾向於租長啲租期嘅租客，同埋咧經常喺屋企咁樣嘅嚇。咁啊，第三個咧就市場與政策啦、供給啦、偏好啦嚇，規則係偏向於呢一個業主嘅。咁啊。業主咧係更加願意咧係租俾咧當地工作啦，有交社保啦，長期居住嘅內地人，即係譬如話喺周邊上班嘅產業園上班嘅公司上班嘅，租期咧1至3年咧就並不是咧就租半年啊，租3個月啊嗰啲短期嗰啲咯。咁通常咧如果係低於1年嚟講咧就比較難租到，因為好多即係無論係香港嘅房東又好，內地嘅房東又好，都係希望係租個約係租長少少咁樣嘅嚇。咁啊〜租房嘅規則咧係偏向於呢一個業主嘅，咁啊內地咧租房咧一般都係1年1簽啦，咁啊當然係可以少少嘅靈活改動啦。你話2年1簽咪得，3年1簽咪得，咁啊最少都係半年嘅，咁通常都係租1年為主啊嚇。咁啊呢個租金嘅上漲咧就睇翻你當時同個業主去傾翻啦。咁通常嚇第1年咧係維持住，譬如話係2000蚊，咁第2年咧會增長，譬如話2200啊。第3年啊2400啊2500咁樣嘅，通常都會遞增寫好嘅嚇。咁啊呢個咧就係租樓嗰時要睇好注意嘅點咁樣啦嚇。咁啊當然啦，如果你話同房東啱傾嘅，咁啊你可以話我連租3年就按照2000蚊。如果房東爽快，你又爽快，俾錢又俾得快，咁當然係睇翻你自己點樣去同房東去溝通咁樣啦嚇。咁啊深圳咧同埋惠州嚟講咧人才房啊啲保障房嚟講咧係比較難租俾香港人嘅，因為咧惠州嘅人才房、深圳嘅人才房咧都係租俾嗰啲咧咩博士啊、碩士啊，同埋有嗰啲嗰啲比較稀缺嘅呢個職業嘅技能啊嗰種嘅專業嘅人才嘅。咁啊，所以講咧呢種比較平價嘅呢一種嘅保障房啦、保租房咧係比較少，根本係香港人如果翻去內地咧，就根本係好難去符合翻呢一種政府平租平價嘅呢一種嘅公租房咯，即係相當於香港嘅公屋咁樣啫嘛。咁啊嚟到惠州又好，深圳又好，其實係比較難有條件達到咯。一般都係針對於嗰啲啱啱讀書出嚟嘅嗰啲比較高端嘅人才咁樣啦嚇。咁啊港人咧租樓咧就比較容易踩坑啦，呢個係事實嘅嚇，比較容易踩坑啦。咁啊有啲低價吸客啦，貨不對版啦，係嘛？有時就同房東啊有少少嘅不愉快啦，呢啲嘢係經常會發生嘅。咁啊，譬如話住入去當中嘅呢一個水電啊、燃氣啊、網絡啊，基本都係綁定咗業主嘅。咁啊，你想過戶到名下咧，要業主去配合翻你個水電煤嘅過戶啦、網絡嘅過戶啦。如果你話我短租嘅，咁其實你叫個業主去配合翻你呢啲過戶，等陣佢又要係租俾下一個客，就搞到好麻煩㗎啦。
咁啊，所以講咧就業主係比較即係傾向於比較長租嘅客咯嚇。咁啊都係講翻呢幾樣嘢啦嚇。咁啊居住登記啦，同埋居住證啦嚇。咁啊租房嘅備案啦，係業主配合嘅呢一個關鍵啦。咁啊好多業主咧係唔願意提供啲資料俾啲客去搞啲居住證啊嗰啲嘢嘅。咁當然係租樓係可以攞住份合同去辦理居住證，辦咗居住證就可以買醫保。咁通常咧，如果話業主咧即係唔配合翻備案啊，唔配合翻攞合同啊，咁其實咧租樓嗰時有一式兩份嘅，都有一份嘅。咁其實係唔需要經過業主嘅嚇。咁啊呢一度咧就可以停一停啦，就你自己攞住租房嘅合同去辦就得㗎啦嚇。咁啊，所以講呢樣嘢咧就涉及到有一樣嘢咧就係租房嘅備案啫嚇。咁啊，依家暫時我哋帶啲客去辦理居住證咧，就暫時未有話有個租務合同，仲要當時個房東喺住建局有搞過你呢個客嘅租房嘅備案，係唔需要呢樣嘢嘅嚇。咁啊，一句説話總結翻啦嚇。咁啊，港人點解喺內地租唔到房？咁啊，本質就係咧業主嚇怕呢個風險，怕麻煩。偏好於咧穩定嘅內地嘅租客，咁啊港人嘅身份啦，流程嘅門檻咧係習慣於咧市場嘅各方面嘅信息啦，信任差啦，再加上咧就規則係偏向於業主，咁啊所以咧就睇翻你同業主嘅呢個人嘅溝通啦嚇。咁啊講翻啦嚇，咁啊短期試住1年咧，如果係長住養老陪讀。深為往返咧，如果係租樓嚟講咧，會又煩啦，又蝕底啦，越嚟越被動咁樣啦嚇。咁啊，下面咧就睇睇啦嚇。咁啊，我咧就總結咗咧，就比較貼近港人在內地生活真實嘅呢一個體驗。咁啊，講清楚咧就租房嘅缺點啦，同埋呢一個隱藏嘅費用啦，同埋煩惱啦。好多人咧就一開始咧以為租樓咧就比較輕鬆嘅，咁啊住耐啲咧，你就會發現咧就超級係磨人嘅。咁啊，因為咧就香港人咧，喺內地租樓會通常遇到咩煩惱咁樣嚇，咁啊同大家總結翻啦嚇。最常見嘅第一個最實際嘅問題咧，就係業主咧可以隨時就唔租俾你啦，或者唔續租啦，或者去升呢一個租金咁樣啦。因為有時咧就同佢簽咗個合同啊，唔係好明朗啊，佢就隨時都會加你租啊，又或者你到咗期咧。佢唔續租咧，你又將啲嘢又搬嚟搬去噶啦嚇。咁啊，最主要都係咧隨時會加租，業主可能唔續租咁樣嚇。咁啊，通常咧內地租樓咧都係1年1簽嘅。咁啊，所以講咧就好多業主咧就如果你到咗期咧，佢睇好個市場嘅波動咧，佢一定會升價嘅嚇。咁啊，有啲業主咧就要賣樓啦，要收翻嚟自住啦。咁啊，你隨時都要喺搬家啦，搬家私家電啊、裝修啊，全部都係白費嘅。你嗰啲咩精裝改造嗰啲，全部都係咯，咁啊隨時都會收翻嚟噶嘛嚇。咁啊第二個咧就唔可以裝修嘅，唔可以精裝改造嘅。咁啊住落咧係比較，譬如話，哎呀我本身我好多嘢噶，我想整多個櫃啊，整多個收納咧。其實你買個櫃啊，就算唔係釘喺幅牆度，你買一個櫃你都要通知房東嘅。咁所以講咧係唔係好靈活咯，係嘛？牆身唔可以釘，啲燈唔可以換，格局唔可以喐，連裝個燜紗窗仲要申請，裝個熱水器咧都要問個業主嘅。咁啊，港人咧就比較咧就中意咧乾淨企理啦嚇，整齊啦，整潔啦。但係租樓嚟講咧，通常係一租冇可能租你第一個客噶嘛，一定係租咗幾手噶嘛。咁啊，有啲嘢通常你啲設備啊比較老舊啲啦，陳舊啲啦。咁啊，如果你話想改善自己嘅環境咁樣，即係譬如話香港住得好狹窄，啲嘢配套設施係舊啲，咁當然係整間新樓嚟講，自己擁有咁啊，改動性又強啦。然之後，所有嘅業主嘅配套全部都係新淨噶嘛嚇。咁啊，如果係啲嘢壞咗之後咧，維修係超級麻煩嘅。咁啊，你房東俾錢還是你俾錢咧？還是你申請咗佢話你搞壞我租咗俾你喎，你俾錢咧係嘛？呢度又有少少嘅摩擦啦嚇。咁啊，呢啲咧通常常見嘅冷氣啦、熱水器啦、馬桶啦、呢啲燈啦係好容易壞嘅，往往咧就係大家互相射波啦、互相踢波咯嚇。咁當然係俾錢嘅問題係最大嘅因素啫嚇。好咁啊。要否自己維修啦？最後退房嘅嗰時咧，嗰啲押金咧，因為押咗2個月㗎嘛，可唔可以退翻咧？如果個房東挑你啲毛病咧，你嗰2個月分分鐘俾人扣晒嘅喎。我哋見到咧有啲抖音出嚟咧，
房東提住個燈過嚟驗樓嘅嚇，啲玻璃啊咩有冇刮花牆身嗰啲咧，全部扣晒你啲租金都有可能嘅嚇。押金咧就比較難退啲嚇，種扣錢嚇，咁啊退房咧一定要你搞個深層清潔啊，唔係基本嘅清潔嚇。咁啊雖然話美團咧請個姐姐60蚊一個鐘，咁所以講咧就係咧你退樓嗰時咧一定要搞到好乾乾淨淨嘅，要深層清潔嘅，咁樣房東先過關嘅嚇。咁啊，好多人就係交咗啲即係幾千蚊嘅押金啦，通常都係攞唔到噶啦。你打官司冇得打嘅，你打官司花個幾萬蚊去打官司，攞翻2、3千蚊嘅押金，其實係呢樣嘢係唔划算嘅嚇。咁啊，生活嘅品質啦，同埋安全感嘅問題啦。第一個冇歸屬感，永遠都係個過客嚟嘅，係咪？咁啊，週末咧唔敢買大件嘅呢一個物品啦、家私啦，佈置呢一個自己即係住嘅地方啦，隨時都係隨波逐流嘅。咁啊，如果你話我住落呢度咧，我真係覺得有少少寂寞，我想養個寵物咧係唔得嘅，因為簽約嗰時已經簽咗係唔可以養寵物，即係你臨時養係一定唔得嘅。居住唔穩定啦，影響心情啦。咁啊，1年搬一次咧係非常之常見。我以前上深圳，我搬咗6、7次添啊！哇，真係咧搬得真係上屋搬下屋唔見一籮谷啊！你唔知嗰啲錢係無啦啦使晒，然之後就係好煩，又要請又要搬，又嘥好多精力。咁當然嚇係可以鍛鍊自己身體健康啊！1年搬好多次，咁啊損失咗時間啦、金錢啦同埋精力啦。尤其是長者啦，如果你唔方便咧搬嚟搬去咧，有啲帶細路仔嘅家庭咧，更加之我覺得係比較麻煩嘅一件事咯。如果呢個房東嚇咁啊，有啲咧即係大家都係客家人，大家都係廣東人，無論係邊個城市都係識講廣東話。咁啊，好少話真係有惡房東咯。依家法治社會，惡鄰居啊呢啲係即係譬如話我係租客，我同鄰居有啲摩擦咁樣。如果你即係本身你唔係業主，你可能講嘢細聲啲啦。同埋咧遇到啲惡房東嘅，譬如話咁啱你個房東係惡房東咁樣咧，咁啊其實呢都係好難避免嘅。咁當然啦，依家法治社會唔通係110啦，完全冇問題嚇。咁啊隨時都會被入屋去檢查，即係譬如話啲房，即係個業主租咗俾你，租咗1年，咁啊我隨時即係3、4個月都過嚟睇睇咁樣啦，咁啊干擾咗你個生活啦，個隱私性咁樣。咁當然係諮詢過你先打開門㗎，咪無啦啦人哋撳個密碼、撳條鎖匙咁樣開你門，唔會嘅嚇。咁啊投訴無門啦，租約嚟講咧，對於租客嚟講保護係普遍係比較偏弱嘅，即係意思講租樓呢個法律係偏向於業主，係好少偏向於租客咁樣嘅。咁啊長期嚟睇咧，呢個經濟嘅損失咧就係租金永遠係純支出，越住就越貴，因為每年嘅租金嘅上漲咧係2%至到5%嘅 percent 係好正常嘅。咁啊越住咧，你個總開支係越高。咁啊供樓咧供完咗咧就會有資產啦嚇。咁啊租房30年咧係乜都冇嘅，買樓30年供滿咗層樓係你嘅，租房租咗30年層樓係人哋嘅。咁啊所以講咧就睇翻你自己啦。咁啊呢度咧下面咧仲有好多。咁啊最主要咧講到港人咧就會遇到嘅麻煩啦嚇。咁啊租樓咧可能就俾人低價吸客啦，質素咧就參差不齊啦，容易被中伏啦、被坑啦嚇。咁啊好多咧睇咗好多嘅假圖片啊、假嘅價錢啊、隱藏嘅消費冇話俾你知啦。咁啊睇樓咧睇啲租樓咧係亂帶你嘅。咁啊因為你人生路不熟咧，就比較容易俾人食差價啦。咁啊呢啲網絡嘅問題啊、水電煤啊嗰啲過戶搞到好麻煩啦。帳戶本身係綁定業主嘅，咁啊查詢啊各方面啊，你要問翻業主嗰邊去查詢咧，對啊各種嘅呢個帳單啊各方面係比較繁瑣啲嘅嚇。咁啊所以講咧就總結翻啦嚇。咁啊租樓嚟講咧就靈活，但係咧非常之被動。咁啊慳咗首期，但係長期嚟講租金嚟講咧係比較貴啲嘅。舒服一時咧，但係煩惱咧係唔會少嘅嚇。如果大家咧只係想咧喺惠州咧就係短住嚇，嘗試住下體驗下，都係嗰句啦，好似上條片咁講啦。如果你話喺內地退休生活，如果係等於5年或者超出5年咧，就建議買樓啦，因為呢條數咧係買樓係襟計啲嘅。如果你話租樓嚟講咧，其實我頭先都講咗好多啦，因為長篇大論啊，呢條片啊就講唔晒啊，咁所以大家可以 WhatsApp 我將個港人租樓比較難租到，甚至乎租唔到，遇到嘅呢一個煩惱嘅問題咧，一次性以文字嘅方式咧，直接 send 俾大家674000605。咁啊，希望呢一啲資訊咧可以幫助到大家啦。咁啊其實港人咧翻嚟大灣區咧都係考慮幾個原因。第一個我是租樓還是買樓，無非都係要圍繞住呢兩個問題啫。咁所以講咧就睇翻你自身嘅原因啦，自身嘅預算咁樣啦。咁啊我相信咧就好多人喺香港上班咧，其實就供樓嘅月供係完全冇問題嘅，
首期依家咧就隨住呢一個發展商嘅調整咧，其實好多樓盤都低首期嘅。好似以前咧30%嘅首期咧就可能難即係好多人係供得起樓，但係交唔到個首期。但係依家係唔存在呢個問題啊嘛。依家係發展商幫你俾咗1成幾嘅首期，你係低首期上車，甚至乎好似毛馬湖咁樣零首期。你係有月供，但係你係冇嗰個首期噶嘛。咁我相信香港人上班嘅呢一個收入嘅水平咧，係完全唔擔心3、4千、4千蚊嘅呢一個月供嘅壓力嘅。咁所以講咧，就睇翻你自身嘅預算啦、需求啦、是否剛需啦、是否呢個時刻要買啦、是否睇好呢個市場啦，好多各種嘅原因嘅。咁我希望呢啲資訊咧可以幫助到大家。咁啊，我哋下一條片咧更加精彩啦。咁阿唐咧就係整理咗啲資料啦、肺腑之言啦，從經驗、從租樓、買樓呢兩者我都做過嘅經驗咧個出發點去話俾大家知，希望大家有一個好深層嘅參考。674000605深圳惠州嘅樓咧一定幫到大家，歡迎大家攞着數出年見，拜拜。